台中妈祖杯陆上两船趣味竞赛，伫个方圆来举行，有24队来参赛，一只船7个人以单卡打底的方式向前来耍动，真新鲜。 丰原妈祖杯陆上两船的比赛，参加比赛的24队的选手和现场充满趣味，面对青壮年专工组队来挑战。如果需要健身的来体能美学啊，我们没有特训，我们靠实力啊。 这个比赛无像所想的遐简单，状况有够多，看起来真趣味。越来越多都有来参加哈，所以可见路上龙舟也不逊于我们水上龙舟哈。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端午节非常棒的活动。路上行走哈，已经举办了13年。丰原用陆上两船的活动来迎接佳节，现场充满加油声甲笑声，和参加乡亲。 感受到五日节所带来迄份热烈甲地方的情感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